大家好，歡迎收睇時政微評。特朗普政府再次展現咗企喺關稅政策上嘅反覆無常。當地時間3月11號，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表示，12號唔會對加拿大鋼嘅產品徵收50%嘅關稅。當日早啲嘅時候，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指示商務部長對加拿大出口至美國嘅所有鋼鐵同埋礦產品徵收額外嘅25%關稅，令其總稅率提升至50%，並且將會喺3月12號生效。特朗普近期一系列混亂嘅貿易政策舉措，已持續3週動搖企業同埋消費者信心，並拖累市場表現。美股繼續下跌，標普500指數盤中一度較此前創下嘅歷史高點下跌10%，進入回調區間。即便係美烏會談烏克蘭願意停火30日嘅利好消息傳嚟，美股亦都未能夠翻紅。截至收盤，道指下跌478.23點，跌幅1.14%；納指跌幅0.18%，標普500指數跌幅0.76%。大型科技股漲跌不一。特斯拉、英偉達反彈，蘋果又跌2.92%，二天市值累計蒸發2739億美元。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長杜格福特當地時間3月11號表示，安大略省已經同意暫停對向美國3個州出口嘅所有電力徵收25%嘅附加費。福特喺社交媒體上表示，佢當日早啲嘅時候同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就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經濟關係進行咗富有成效嘅對話。福特對記者表示，盧特尼克希望同加拿大省同埋聯邦官員喺華盛頓會面。福特表示，佢哋定於13日會面。當被美國消費者新聞同商業頻道記者問及呢個係咪意味住對加拿大鋼體徵收50%嘅關稅唔會喺12號生效嘅時候，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話啱㗎。安大略省政府當地時間3月10號正式對向美國密歇根州、紐約州、明尼蘇達州出口嘅所有電力徵收25%嘅附加費。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11號通過社交媒體話，由於安大略省呢一行動，美國將會從當地時間3月12號上晝起加倍徵收對加拿大鋼重嘅關稅，從25%提升至50%。此外，特朗普仲喺佢嘅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鑑於加拿大對向美國3個州出口嘅所有電力徵收25%嘅附加費，佢將好快宣布受威脅地區進入國家電力緊急狀態。與此同時，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必須立即取消對美國各種乳製品徵收嘅250%至390%嘅關稅。如果加拿大唔取消其他關稅，特朗普將喺4月2號大幅提高對美國進口汽車徵收嘅關稅。特朗普話呢一將從根本上永久關閉加拿大嘅汽車製造業。一日變2次嘅關稅消息，俾華爾街一片哀嚎，疲於應對。唔少業內人士表示，喺星期二反覆無常嘅關稅消息，對於金融市場而言幾乎毫無幫助，反而可能令越嚟越多嘅投資者投鼠忌器。喺過去短短數週內，特朗普標誌性嘅用大寫英文書寫嘅社交媒體貼文同頻繁嘅視頻露面，已經不斷引發住政策動盪，導致行情波動持續加劇。面對呢一種令人疲憊嘅政策反覆，好多市場人士甚至已經開始苦中作樂。財富聯盟總裁兼董事總經理埃里克迪頓星期二便自嘲道：真該聽母親嘅話去當醫生。IG 北美首席執行官兼 IG 集團旗下在線經紀公司 Tasty Trade 總裁 JJ Kinahan 亦都透露，佢嘅公司正係面臨客戶，尤其係年輕投資者嘅密集諮詢。呢一啲習慣於單邊上漲行情嘅投資人，正係遭遇前所未有嘅考驗。客戶普遍感到困惑。Kinahan 表示，即便係專業交易員，此刻亦都疲於應對關稅政策頻繁變動帶嚟嘅影響。Frank Funds 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 Brian Frank 就指出，而家顯然每15分鐘就有一個新嘅頭條新聞，呢個有啲嚇人啊！面對咁劇烈嘅市場波動，即便最堅定嘅客戶，亦都難以承受大幅回撤嘅壓力。
對於美股近期嘅波動，特朗普喺最新嘅公開表態中，再度淡化咗因為擔心佢嘅關稅議程將拖累全球最大經濟體陷入衰退而引發嘅市場大幅拋售，並表示佢並未預見美國將會陷入衰退。我完全冇睇到呢一點。我認為呢一個國家將會繁榮發展。特朗普星期二喺白宮表示，佢仲補充話市場會上漲，亦都會下跌。但你知道嗎？我哋必須重建我哋嘅國家。據多家媒體報道，當地時間3月11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白宮外選購咗一架全新嘅紅色特斯拉 Model 1，以此嚟表明佢對馬斯克同特斯拉嘅支持。報道話，由於馬斯克帶領嘅政府效率部正係大幅削減聯邦開支，精簡聯邦政府機構，特斯拉喺美國國內面臨大量批評反對嘅聲音。視頻顯示，包括 Model S、Cybertruck 同埋 Model Y 等多種特斯拉汽車喺白宮外一字排開，最終特朗普選擇咗紅色嘅 Model S， 真係好靚。特朗普話佢將會開出8萬美元嘅支票購買呢架車，而且唔好折扣。不過特朗普表示佢唔被允許開車，所以佢會將車留喺白宮供其他工作人員使用。特朗普仲表示，希望自己嘅購買行為能夠提振特斯拉嘅股價。美媒話，特朗普自己討錢支持盟友非常罕見，無論佢哋幾咁重要。當地時間3月11號，特斯拉股價果然大漲，盤中一度漲超6%，截至收盤漲3.79%，報230.58美元，總市值7417億美元。盤後仍然喺度繼續漲，截至發稿已經有漲咗1.9%。此前，當地時間10日深夜，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媒體上表示，特斯拉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遭左翼激進人士攻擊，為表示對馬斯克嘅支持，佢聽日一早將會購買一架全新嘅特斯拉。馬斯克隨即回帖，多謝你總統。當地時間3月10號收盤，特斯拉股價暴跌超15%，市值一夜蒸發1303億美元。自1月20號特朗普上台以嚟，特斯拉市值蒸發超6000億美元，馬斯克個人財富縮水1480億美元。馬斯克表示，喺管理美國政府效率部嘅同時，佢喺經營其他業務方面遇到咗好大嘅困難。馬斯克補充話，佢嘅計劃係繼續喺政府效率部工作1年。喺美股跌跌不休之時，中國資產卻逆市走高。熱門中概股多數收漲，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漲2.83%。新能源汽車爆發，極氪漲超18%，蔚來漲超16%，小鵬漲超14%，理想漲超7%，阿里巴巴、嘰哩嘰哩漲超4%。值得注意嘅係，和賽股價一夜暴漲超50%。據媒體援引消息人士報道，梅賽德斯奔馳計劃為全球市場開發智能駕駛汽車，並將配備中國公司和賽科技嘅激光雷達傳感器。呢個將會係首次有外國汽車製造商喺中國以外嘅市場採用中國製造嘅激光雷達技術。知情人士透露，由於法律同地緣政治風險，梅賽德斯曾經就呢一決定斟酌咗數月。最終，該公司選擇咗中國最大嘅激光雷達製造商和賽，主要原因係佢嘅成本較低，而且具備大規模生產能力。近期外資機構對於中國資產嘅睇多情緒延續熱烈。近日，花旗同匯豐下調咗對美國股市嘅評級，與此同時，花旗同摩根士丹利上調對中國股市嘅評級。稍早之前，包括德銀、高盛、瑞銀等外資機構密集發布研報，對中國經濟同資本市場表達樂觀預期，激發咗市場嘅積極情緒。花旗將美國股票評級從增持下調至中性，同時將中國股票評級上調至增持，稱美國例外論至少已經暫停。花旗銀行宏觀研究同埋資產配置全球主管德克威勒喺一份報告中寫道，花旗銀行自2023年10月以嚟一直超配美股，但係美股跑贏大市嘅能力已經中斷，呢一點變得越嚟越明顯。花旗預計美國嘅增長勢頭將低於全球其他地區，不過當人工智能嘅事再次佔據主導地位時，美國股市可能會恢復跑贏大盤。
花旗同時話，考慮到中國科技行業嘅實力、政府對該行業嘅支持以及低廉嘅估值，即便喺股市大漲之後，中國股市仍然顯得頗具吸引力。跌市證明咗中國技術處於西方技術前沿，甚至超越咗西方技術。摩根士丹利近期亦都上調中國股票評級至平配。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股票策略師黃瑩喺近期媒體分享會中指出，MSCI 中國指數嘅股本回報率已經有咗明顯嘅提升，尤其係喺科技創新同民營企業復甦嘅背景下，投資回報率嘅中位數有咗顯著增長。同時，國際投資人對中國市場嘅配置亦都應該會逐步增加。預計未來2年內，中國股市嘅投資回報率有望追趕甚至超越其他新興市場。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